这个帅气的男人被关在精神病院，每天的日常就是上演无限越狱，想到和 K 待在一起的时光，都是十分惊险刺激，觉得或许自己真的比想象中强大。秀月将药片磨碎，偷偷放入饮用水中，规划好逃亡路线，并查出院长贩售违禁药品，威胁他将自己送到医院。却不料途中院长下达了除掉秀月的指示，幸得秀月这5个月的磨练不是白练的，分分钟干趴众人。局长得知秀月出逃十分气愤，组员们也很担心秀月的安危，想到那个人去楼空的心理医生，立即出动。秀月找上心理医生，二话不说就是一拳，因为他的失踪害得秀月没有人证，被强行关押在精神病院。郑勋离开了少管所，将秀月出逃的事告知了申医生，担心他当时没给秀月作证会被报复。申医生让他不用担心，秀月很快就会回到他原本该在的地方。申医生走后，郑勋偷偷将刚刚的录音保存好。心理医生认为一个戴面具的人最怕的就是脱掉面具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证明申医生就是允浩。心理医生疑惑申医生是允浩的话，那真正的申医生是谁？此时警员们正冲向这边，被西迁等人阻拦，秀月趁机夺门而逃，警员们穷追不舍，幸得西迁驾车出现，才成功帮助秀月逃离。西迁将秀月狠狠甩在地上，是得他一直不信任他们。秀月将计划告知了几人，还主动介绍了自己的另一个人格 K， 众人都有点摸不着头脑。秀月说他漏掉了一个关键性证人，当时那个胡子男说出了允浩的名字，两人之间一定有更深的渊源。西迁回忆那个男人平平无奇，只有指纹被刻意破坏了而已。秀月还是决定追查试试，毕竟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。在单等人立即出动寻找线索，得知胡子男10年前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买过药品，他那身病号服很特别。在单查到那家医院早就倒闭了，而院长就是心理医生。患有痴呆的母亲独自在家，门缝中却突然掉出一封神秘信件。秀月立即联系心理医生，将胡子男的照片发给他，让他帮忙查看他的姓名。心理医生查到胡子男就是真正的申医生。这时申医生来到了这里，淡定地将门帘拉上。秀月赶到这里，只看到负伤倒地的心理医生。这时秀月接到哥哥的电话，赶回家中。哥哥说刚才母亲不知道怎么了，一直说秀月有危险，就要去找他，但母亲却似乎不认识秀月了，还激动地捡起玻璃碎片，说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秀月。秀月看着母亲的样子十分心疼，哭诉自己就是秀月。母亲也终于清醒了过来，两人紧紧相拥而泣。这时电话响起，申医生说都是因为他不安分，才会有那么多人受伤。秀月质问他到底想要什么，他做的并不是在救人，而是在将杀人合理化罢了。申医生安抚郑勋，秀月马上就会回到他该在的地方，也早就察觉到郑勋一直在录音，警告他立即停手。秀月又回到了那个老房子，这也是一切开始的地方，也该在这里结束了。可以无条件的相信秀月，让秀月也要相信自己。秀月走进屋子，申医生说在西和允浩终于重逢了。秀月还是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。申医生让秀月必须要承认，他才是拯救了他的人。随后扔出打火机，点燃了屋子。秀月这才看到火海中的郑勋，顿时头痛欲裂，想到了被家暴的往事和父亲遇害的场。可以出现鼓励秀月打起精神，当务之急是救出郑勋。秀月坚定地冲进火海。申医生突然从背后给秀月注射了一针。申医生认为秀月一直不承认允浩救过他，都是因为 K， 癫狂地说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，能救秀月的只有他一人。秀月依旧不为所动，申医生直接给了他腹部一刀，随后转身离开。这个身陷险境的男人拼命呼喊体内的另一个人格救郑勋，但此时 K 也难以动弹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申医生远去，支撑不住晕了过去。秀月想到他一直未能拯救允浩事件的受害者，就这样看着他们一一死去，想到当时救自己的 K， 还有无条件信任他的母亲，强撑着起来背着郑勋走出了火海。追上要离开的申医生，嘲讽他就是因为害怕才会拼命想要除掉他。两人一番打斗，本就负伤的秀月只有被打的份，但秀月依旧不放弃，用头狠狠地撞向申医生，直到他失去意识瘫倒在地。警笛声传来，秀月终于松了一口气。秀月在那个漫长走廊寻找着 K 却说他是时候该离开了。秀月不舍得与他道别，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说了一声感谢。那时的秀月也只有 K 守护着他，秀月很感谢 K 救了他， K 却说他应该感谢自己，因为救他的就是他自己。秀月冲向那扇门呼喊着 K， 看到蹲在角落不让自己哭出声的 K， 两人紧紧相拥，泪流满面。秀月从病房苏醒，得知郑勋得救，还帮他作证了，也证实了申医生就是允浩。心理医生也并无大碍，秀月也终于洗清了冤屈，一切尘埃落定，身旁却没有 K 的身影，似乎是真的离开了。秀月来到复职委员会，局长叮嘱他不要说出双重人格的事，就当作是在钓鱼执法。但面对审问，秀月想到一直拯救他的 K， 不想否定他的存在，说他虽然有些疯狂，但真的是个很好的人，也真的很喜欢他。随后起身离开。郑勋来到披萨店，说看到这里在招聘外送员，
哥哥立马热情招呼他进来吃披萨。秀月独自坐着跷跷板，想着之前与 K 一同玩耍的时光，不免有些失落。西迁找到秀月，问秀月还记得在他家疗伤的那天吗？疑惑那时和他 kiss 的到底是 K 还是秀月。 K 突然出现，狠狠勒住秀月的脖子，警告秀月正义和爱情都是不可退让的，质问他那天还做了什么。但这都是秀月的幻想，他也决定打起精神重回警局。龙社长打晕了狱警，找到申医生，亲手帮安德烈报仇了。1年后，秀月成为了正义的警察，面对金钱也毫不动摇。得知背后大佬竟是厅长，霸气走过去，不顾众人阻拦，飞身一脚踹向他。